係2010年12月11號星期六，歡迎大家收睇呢一節嘅新聞報道。我係鄧耀亨，跟住落嚟，我哋睇下諾貝爾和平獎嘅消息先啦。諾貝爾和平獎史上最具爭議性嘅一次頒獎儀式，尋日喺挪威首都奧斯陸市政廳舉行。主席台上面一張空凳係留俾仍然喺中國獄中服刑嘅得主劉曉波。挪威女演員朗讀佢嘅代表作《我沒有敵人：我的最後陳述》。中國外交部尋日痛斥頒獎係一場政治鬧劇，並重申堅決反對利用諾貝爾和平獎侵犯中國司法主權。而獲邀參加儀式嘅國家，部分就是否出席發生臨時轉軚，顯示頒獎禮背後外交角力激烈。諾貝爾委員會今年10月宣布將和平獎頒發俾因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監11年嘅中國異見人士劉曉波，引起中國政府強烈不滿同抗議。劉曉波妻子劉霞同埋佢家人因為無法出國，不能前往領獎。尋晚8點，音樂喺奧斯陸市政廳舉行響起，女高音嘅演唱拉開頒獎禮嘅序幕。出席者包括挪威國王同皇后，仲有獲邀嘅1000名嘉賓。會場懸掛劉曉波嘅大幅照片，會場主席台上一張留俾仍然喺獄中嘅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嘅空凳。花園街連環縱火狂徒照片終於曝光，警方追查4日，翻睇現場附近店鋪閉路電視嘅錄影帶，發現同一可疑男子。案發前喺唔同火場附近出現，已經鎖定為目標人物。尋日更發圖通緝，受害攤檔睇圖認出狂徒容貌同前街坊歐庇興相似，佢有縱火前科。相反要求警方盡快拘捕歸案，查明縱火動機。警方尋日發圖通緝花園街縱火狂徒，有相反認為二人同前街坊歐庇興相似，唔排除同案有關。現場相反稱歐庇興常向相反借錢，又愛高談闊論法律問題，亦都曾經涉嫌放火被捕，所以對佢嘅印象好深刻。更有相反喺火警發生前後見過佢喺現場出現，警方急欲會晤歐庇興以了解案況。東涌影灣苑兩部屬於同一公司嘅村巴疑似爭線相撞，造成1死14傷。運輸署事後揭發新接手經營約2個月嘅村巴公司仍未獲批路線服務嘅申請，唔排除以無牌經營作出檢控。而警方事後以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罪名，將駕駛撞翻前車嘅51歲村巴司機拘捕。除此之外，意外身亡嘅女乘客因為車上面冇安全帶，慘變炮彈飛人拋出車外，復遭翻側村巴壓至傷重不治。有立法會議員促請政府應該規定旅遊巴需配備安全帶。日本沖繩縣石垣市尋日有2名市議員朝頭早登上釣魚島。日本內閣官房長官仙谷由人聲稱，日本一向都唔認同呢個做法，中方未有回應。共同社引述沖繩縣警方報導，石垣市2名議員尋日朝頭早登上釣魚島列島嘅南小島，其後離開。釣魚島行政上屬於石垣市管轄。今年9月中日撞船事件後，石垣市議會喺10月20號通過由市長中山義六和市議員等對釣魚島進行實際視察。星期4嘅示威令倫敦陷入無秩序狀態，財政部遇襲，
名店林立嘅牛津街同埋攝政街嘅商店被櫥窗打碎。有示威者喺國會外侮辱丘吉爾雕像，亦有人將和平紀念碑側面嘅國旗扯下焚燒，有人喺地上面噴塗標語。星期四估計有3萬名師生喺倫敦西敏寺附近聚集，有示威學生一圖試突破警方嘅封鎖線，遭到手持警棍嘅警員被逼後退，另有警員騎馬驅散群眾。跟住落嚟，我哋睇下天氣報告。一道廣闊嘅雲帶正覆蓋華南，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大致多雲，最高氣溫約23度，吹和緩至東北風，離岸海域風勢間中清勁。展望未來2-3日大致多雲，下週中期氣溫顯著下降。呢一節新聞報導完畢，再會。